来乡亲啊，这个新旧内阁，陈建仁甲苏贞昌是伫咧早起来举办交接典礼，副总统赖清德是感交人，打来正式来进入等内阁的时代。啊，苏贞昌嘛退咯，厝边问苏贞昌退休要创啥？苏贞昌甲回讲，伊要继续来服务太太甲查囝。讲太太画图的时阵，伊就伫边仔做助理；啊，查囝苏卡辉来去立法院，伊就做司机接送两个查某孙上下课。伊讲伊的服务未停止。啊，苏贞昌阁甲陈建仁拍哪凉哦，讲大人哥，你的苦日子来咯。啊，陈建仁是讲哦，这是伊人生最后一个政务公职，将会全力以赴。伫总统府内完成宣誓，新内阁由前副总统陈建仁带头，转到行政院进行交接。卸任行政院长苏贞昌将印信交予新的院长陈建仁，结束4年院长任期。说来，今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，我的邻居问我，说。你现在退休了以后要干什么？帮你洗画笔的画家助理回来了。如果立法院清晨要假动，我想我的女儿不会再为了找不到司机，她一定多一个义务的司机。想想看，如果在下大雨的放学路上，两个孙女儿看到。竟然阿公开车来接，苏贞昌的谈话温暖，佮兼笑开。从容优雅的大人哥，你的苦日子要开始喽！只要陈院长未来能给他们充分的尊重、完整的授权，又能帮他们排除部会之间的不同意见，我相信这一个队伍绝对。会再创一番好成绩。冇讲到甲总统蔡英文前几礼拜互动。苏院长，你以后不能不理我，我打电话要接哦。我不过是一介草民，楚江府之远，我还是会忧其君。这个君不是古时候帝王的君，而是国家。不在机会，苏贞昌议员的关心台湾社会，接手的陈建仁先表达感谢。对着未来，陈建仁讲会全力以赴。这个职务将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政务人员公职，接下这个重担，我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全力以赴。有政府好车甲温暖严严内阁，啊！那苏贞昌会一个手上车离开行政院，苏内阁时代正式结束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